學有冇諗過12篇指定文言範文入面最出名嘅魚與熊掌嘅比喻，其實由頭到尾都係一個邏輯大騙局。孟子根本喺度偷換概念。同大家溫習下先，孟子喺《魚我所也章》度話：魚我想食，熊掌我都想食，但如果兩樣只能揀一樣，咁我唯有捨棄條魚去食熊掌啦。跟住佢就話，同樣道理，生命同大義喺不可兼得嘅時候，人就要捨身取義。聽落係咪好有道理、好熱血呢？咪住先，阿 Sir 帶你睇清楚個漏洞。呢個比喻表面上好強，但喺邏輯學上面呈現咗一樣不對等嘅類比。大家試諗下，你今日去富林飯店，你同經理講：喂，我今日唔要食魚啊，我想食熊掌。你付出嘅代價係乜？你只不過係食少樣海鮮。你今晚返到屋企依然係非常之開心，大不了就去食麥當勞。但係捨身取義呢，你要付出嘅代價就係你唯一一條冇得 take two、冇得 save 嘅寶貴生命。孟子居然用今晚食一餸咁輕鬆嘅體驗去合理化咗叫你去捨沉重決定，呢個根本係唔同嘅 level。快啲 mark 低啦！如果課文問答有題目問你，孟子個比喻論證有啲咩局限，你只需要答喻體同本體代價根本係唔對等，物質嘅取捨唔能夠等同生死嘅抉擇，弱化咗死亡嘅恐懼感。閱卷完一見到高分即刻送俾你。想知道更多課文問答有啲咩暗黑嘅邏輯，立即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同學仔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